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中大家发生着抢案，一个有毒品前科的嫌犯，想着一个甲这个卡网派入境界太太，伊冲过去，一个踹，就甲这个卡网抢咧走。这个太太是惊甲三魂七魄飞了了，赶紧来报警。这个警方出动着大批警力，敢若用半点钟，就伫嫌犯睡厝的所在找着人，甲人抓起来。 穿粉色衫附近人多一起奥多摆尔，剃光头、穿白衫的查某人就将伊皮包抢去。伊拄啊我甲载，拄啊好我骑车到遮，伊拄啊要下过伊就甲抢去啊！伊咧喊啊，很危险啊！我就惊啊，我紧甲我的铁门留落来啊！徛喺附近有人抢劫，这住户拢惊到，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讲，嫌犯秘入边啊公务作祟所在，冲去4楼抓人。毒品。 有强盗、有窃盗、有公共危险啊等多项的那个刑案记录。之前是在建筑工地里面打零工那因为他这2天都没有去上班身上也没有钱来花用。警方讲嫌犯当时变完本所看到附近人派皮包经过就甲抢。夫人被抱抱姿势就是这样，但这样其实很容易成为歹徒下手对象。警方就说应该是放在车厢里。 啊！若行路时，警方呼吁讲皮包爱排好好，安尼歹徒较唔敢抢。